我哋都叫做行先一步。你要先摸清楚學校究竟需要啲乜嘢，所以我哋就建立一啲咧可持續發展嘅平台啦。無論個科技行得幾快都好啦，其實我哋都係隨時轉換唔同類型嘅 LLM 啊，或者改變嗰個 workflow 嘅形式咧，去達到老師同埋學生嘅需要。咁呢個就唔係話硬邦邦一個平台，咁我哋冇得教，即係用緊人哋俾你嘅嘢咯。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選擇嗰個合作伙伴嗰陣時咧，係好貼心咁為你去微調啦，幫你去重新做一個相關符合學校需要嘅一啲方案。我哋就係專業就係教學。咁另外 IT 界啦或者商界啦，其實佢就可以 provide 一啲 solution 或者建議俾我哋可以咁行。當兩者結合埋一齊咧，其實個方案既有一個最領先 IT 嘅技術，同時亦都冇遺忘我哋嘅本質，就係點樣去善用呢啲工具咧，去做好個教學，咁就唔會變成咧為用而用，淨係追求嗰個科技嘅先進或者嗰個效能啦。我哋成日都講正校企，呢三樣嘢咧係要一齊共同去努力，為呢次 AI 嘅轉變咧去付出嘅，可以可靠啦、安全啦同埋有效嘅，咁去幫學校去規劃、去教導佢哋咧點樣善用呢啲資源啦，令到唔同嘅持份者都有得益嘅，包括老師啦、校長啦、家長啦、學生啦。最近我哋同好多學校傾過，發現大家面對教育局嘅50萬撥款，最關心嘅問題都係點樣用先至可以真正推動到 AI 教與學。香港寬頻企業方案嘅角色就係成為每間學校專屬嘅教育科技策略顧問夥伴。我哋嘅工作分3個部分：一、深入聆聽，先了解學校推動 AI 教育過程中面對嘅教學痛點同埋真正目標，因為 AI 並非一次性嘅計劃，而係一個需要長期系統化發展嘅教學藍圖。第二，專業規劃，根據學校嘅需要，制定軟件、硬件整合方案，務求善用每一分嘅撥款。我哋深知流暢 AI 教學離唔開高速嘅網絡去配合智能嘅裝備，更需要合適嘅軟件，將 OCR 改卷、AI 備課、學習數據分析呢啲功能無縫融入日常嘅教學。第三，全程支援，由落地執行、網絡安全，以至到校 IT 支援，確保系統長期順暢運作，以顧問身份全程陪伴學校推動 AI 教與學嘅發展，逐步建立一個可持續、具長遠價值嘅 AI 教育藍圖。我哋目標非常清晰，唔單止打造未來教室，更讓老師教得輕鬆，學生學得更有效。如果你都想善用呢筆撥款，真正釋放 AI 教學嘅潛力，歡迎隨時聯絡我哋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期待同你合作。